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咱喙讲台湾话，咱必就是要写台湾文。过去有真侪文学家安尼生伫咧主张，因为话讲的都无去啊，但是用字记载着流传万年久远。古前招你来听日本时代学者记载的小报歌，加即嘛，咱看字句还阁读会着。头一拍讲，一条手巾乌腰细，要送阿君少年家。阿君遮久无来坐，敢是枭雄对别个？是啦，我这条手巾本地要送你，结果等啊等，怎样你无来？敢是变心枭雄？你去爱着别人？吼，真简单真浅。不过这个小报歌对日本时代的流传一直到今。这不是国政啊家己编的，是我去看到1931年《南音》这部杂志，每一期拢特别有写一个台湾话文上次栏。主编郭秋生先生，伊就是主张喙讲台湾话，手写台湾文，才会特别安尼记载、安尼记录，将这个小报歌艺术的所在，互咱即马也阁有得听。过来共款女性的哀怨。第二拍小报歌。当时南音原来记载，写讲一步送君上楼顶，脚来站地手对胸，情势无做歹心性，劝交阿哥才绝情。是啦，送哥上楼顶，脚骨站地手骨对胸，原因为着啥？女性怨叹命运，敢是我前世人做恶做毒去欠人，无奈你对我遮尔绝情。尤其国政头拄我来讲。这文章记载落去了后，咱会看研究，佫毋是用耳孔听得过，所以这首诗固然真趣味。伊讲劝交阿哥才绝情，见拜交的拢即个晓心反省的。佫来第三拍来讲一个见景伤情的小报歌，火车要行剑潭庙，剑潭落来鸣地桥，等来为歌互人笑，佫再互歌看无着，佫种常常咧批评。小报歌，你看到什么景，自然就想出什么句。永早火车日本时代，行剑潭趟对淡水去，但即马无咯。毋过对这个诗句内底，咱会当怀念，因为剑潭庙就是对面地桥。毋过我心内所想的是见景伤情，伫咧感慨。我互你放煞，搁再互你看无着，演过小报歌艺术的所在。